同大家来报告一下，我是台北市立大學運動藝術學呢踢擊舞頭組嘅學生誒。踢擊舞頭組，冇錯，特技舞蹈組，你有分嘅組別啦。可是老實白講啊，對一個課呢，後面唔係個十分有興趣。記得我考到過後，你有一個批注時間，先去學校嘅訓練，教練我先教你哋嘅東西啦。阿妹愛嗱，踢音樂了就講，我讓太師教來到你嘅學校了嗬，嘅啥的下來你先來暖身運動，嘅運動片咧只有5天，那一下生意2天係要還忙着照顧，然後100只有5天，你撈到下課咧係冇哦，佢是乜嘅倒立啦、劈腿啦、下腰啦，還會乜嘅太師教翻來翻去，加起來500咋，阿妹愛啊嗬，咩性愛咧總算下課了，我就感受到咧。我總唔得，按你繼續拖下去，按你會冇命，按你會死在這間學校。喺天公日咧，我就同我嘅同學講，我結天紅，我會休學咧。佢就講，冇錯，就第一天還蠻快樂，還暑期訓練，還蠻，不會差。哎，什麼？跟我就要休學了，我咪會吐嚟啊！好，我就躺在那個床上，在宿舍待到沙了地度。哎，室友就講，好，來，放起來，我同伊去教務處，你叫他去辦個休學。我就講，好，等我一下。放起來啊！你叫我去啊！我就講，我冇辦法停痛。用扎人都踢腿，鬼神哎，全部就冇辦法停痛。跟按你新年就染病呀咧，我其實係嗬，踢英語吐腿，我就想去小學咧。我本來係推動大學讀英語呢，大學1年生嘅時間，向後我轉到中庸大學讀客家語文及社會科學呢，因為學弟趕快叫一下學長。學長。評審，你一片埋要，你咪還有一個學長要打這樣走，你太老啦。哦，嗰時候因為嗰時有間學校中庸大學嘅有間學呢啊，本來就喺我高中一開始想去報名嘅學校，因為嗰時我哋有個我們多元升學有個管道叫特殊選才，特殊選才。啊，嗰時我嘅上一屆就係我嘅好朋友，嘅宿舍嘅學長同我講，而嗰時係客語認證總結就做得，嗰陣因為我個種就考到總結啦。我想講，我一天我保留嘅語言嘛，我喺寫客家歌，嗰陣我想講去客家嘅方面嘅課呢、學呢，爭做得本來見來見熟悉客家話，見來見熟練啦，比較熟練講客家話。嗰時候我就想講有個機會，我就來報名啊，竟然本來轉學轉成功嘅嗰時候。多謝大家。你做咩你本言未用嘅多謝大家，你聽日本言。哎呦，代表叫6人啊，合風片嚟啊。前面拿我備審資料。大家想講送咩嘢係問嘅啊？有咩按照呢？修補啦，有幾句話，就是備審資料，咁香港大家就係有乜嘅想法就可以去做，因為我哋買後生，有幾多事情有想法就可以去做。但係唔好開始講到吼，即個完全唔曉識嘅，跟有想過完全行唔出行咯。唔會捱吃到懂麻煩，係講我吐嘅就直接吐就好嘅，變入就好嘅。唔驚我是有想到你嚇按會存錢。唔講捱落去就知道，人嘅考慮係最存錢嘅考慮哦，因為捱了學嘅係英術，你看又蠻難。全係英術，看你補見啊！哦，就看你自家神方就錯嘅，你睇家神方就會英術。我所以捱了嘅考慮係最存錢嘅，唔過大家都看人懂冇。欣賞咩係哦，捱了去上個通識課嘅時間，啲欣賞就問嘅跳舞通那個同學講，你心情唔好嘅時間會做乜㗎？佢講跳舞啊。問嘅疑問女嘅同學，你心情唔好做乜？彈鋼琴，係就問捱了講，你心情唔好，捱運動時啊。因為東西，捱了就講，可能彈音樂冇看電視，欣賞講你看。你跳出嚟冇嘅藝術嘅氣質，我冇人講，我做啲音欣賞嘅相片啦，你開始講，不用那個講，我做得啊，係啊。
好，刚有講到吼，我喺亞頭中央大學嘅係同事教育中心喺度做事啊。其實表面上看起來，人哋頭擺套嘅全部項咧，一出冇乜相關樣嘅。唔過其實接上哦，叫嗰種報告啊，然後又對樣片啊掉，佢頭擺全部學嘅能力，譬如講樣嘅協、樣嘅建啊掉，全部都用得到。還有非常係講，還有上市嘅，每位有Nobel 嘅公司，佢話判發通，佢用時就會講啊，本係你寫新聞個，寫新聞嘅時直接佢用是新聞嘅能力就用得到嘅。故所每種場次來講，有部分嘅能力係有用到嘅，我自己知道啦。啊，唔係就係啲咧水木係，水母沒用到啊，沒有啦。總係要水木啊。薪水小偷，因為佢下要講水木課係理論課上，所以佢那個實作課有嚴謹上。有。大家上班用完水木，一天手衰，抽袋運用版水木係能力呢。一天就學習得懂好，你的眼皮運動得很好。唔錯。台視教堂應徵阿姊講一句啦，先孔天孔那個孔，你上課啦，你行到那邊就會同大家講，哎呦，祝福你身體孔天哦，祝你身體健康哦，真嘅啦，從夜還蠻耐吼，台視教就問講嘛個生酮飲食啦，168用的種啦，哦，健身這邊怎麼健啦？同運動相關嘅孔呢，孔天相關嘅孔呢，就係你最好嘅選擇，因為唔論你是到幾多歲，唔論你係哪一國嘅人咧，全部就用得到啦。你喺老幾大廣告係咪？我知道夾槍掉訓練夾佢追。也就證明佢新年當中唯一有運動到嘅就係夾槍。要識要講。我係運動藝術學嘅追馬族。因為我本身係讀教育嘅嘛，政大教育系嘅專業就係教大家人嘛，所以我做主持以前我先教英文，當國台補習班哦，做最大嘅舞台檔我寫時嘅英文先生，咁樣去傳動到，要講傳動到，因為，Q 衰啊，Q 衰啊。好，我後來咧發現到，主持下好傳哦，所以是轉通咧。就現在講咩嫌薪水咩？天氣較重要。當小就你愛用專業啦，嫌棄做得幾 happy 咯，對講啊，因為佢把係主持人的嘴騙人的鬼。我知道我學教好嘅東西，呢條路當個完全用唔到。因為咧，我學嘅係音算嘛，大家都知。韓國人喺啲辦公嘅最高分嘅色彩管理，因為數學係，因為大家藝術條都冇乜好。數學辦公最好嘅，古種係算嘅都懂高分咯。我就想講，應該做得，我就去牙學總開嘅印刷公司上班，佢就喺品管部。就係可以用到色彩管理，因為人客退翻貨轉來，啊，佢講顏色佢冇中意，我哋就會去算顏紅色就CMYK啦，要幾多安尼，我要幾算嚟看咯，我喺前邊，我喺同事行過來，看1秒鐘就講，一種唔得退，佢看1秒鐘佢就知要幾多CMYK，無所講，佢係咁樣，你學教學嘅公式完全都用唔到，因為吼，大家會知道我。邏輯思維動好啦，韓國動聰明啦，他就講到天發呢，哈，律師要告你的電話。他講的，來，有冇情緒勒索？冇啦，認真。因為我知道最基本嘅係到大學嘅書籍咯，法律系本來下。比較學會思考，可能係字字珠璣啦，哈。珠璣哦。珠璣。珠璣呀魚。我之後成功應該係做通發，因為我雖然講，我雖然係好實嘅，唔過佢唔會填通。喺有一擺呢劇團，因為劇團都懂冇錢就啲冇，然後就會想去做通發，唔過又冇錢，故所呢就冇捱，就啲劇團啲都本然酷突嘅捱，好冇捱做啲誒。免費，然後佢就做通發。人家係廉價勞工，你是免費勞工，連廉價都沒有。我就想講，因為佢用曬冇按曉，我就想講好啊，佢我就來吃看啦。有吃了就成功了，就會停通咧。幫佢東年每一年都請我做，幫佢就有拿到錢哦。唔講呢，有一擺。就有你第一個粉絲專業下播就留言說亞通發很低級，拿錢用的低級吧？
細個，我要摩托3款，因為第一集。向上太上公，要花太假